年的莫拉克风灾，目前的侵袭南台湾，何太医唔但將帶來嚴重的災情，本已多年無無好轉，也打出南台灣水資源供應長期失衡的問題。你要靠台南，人家也要自己要靠他自己也要喝水，他能给你也有限的那后。那你高雄你要靠平溪啊，高平溪有时候下个雨浊得要命，你又不能喝，那怎么辦呢？高屏地區較多水的時節，全年有90%集中地熱天，故所兩水期的用水，但是都係意思三大涵養的水源，對啲平洋天泥下地下水，然後部分台南水庫的供應。不過8月風災的時節，高屏海一條紅白，水質溫溫，當然離場來用。同時，台南水庫因為庫容量太減，南部缺水的危機就會發生呢。故所水利署最低增文南化烏山條水庫治理，然後穩定南部地區供水特別條例度，重新提出的爭議當季為高屏台湖，也就是吉陽人工湖的開發計劃，希望做到準作南台灣的救命水。吉陽人工湖為國內首樁兼具開發與保育的人工湖開發案例，除了可儲蓄老農溪水源以資運用外，配合本區的水文地質環境特性，人工湖亦具有補助與涵養地下水的功能。一項落調擺高山水庫無供氧的平陽人工湖計劃，就算做啲2001年通過嘅反片，行政院一啲2004年核填，不過因為爭議太大，預算連其他年本地發業刪減。故所當將區200億元嘅吉陽人工湖一期計劃，呢幾年先業三讀通過，當地嘅民眾卻出現反對嘅聲。我記得我人工湖嘅下去啊，將來我咪變講啊，ที่從點我哋吉陽里嗰邊1/3仍然休下工嘅，一就休下工嘅嘅潛水啊，比縮下去嘅我哋唔係讓佢去潛水，讓佢用水，冇啲人水要出去咪出去來咪。冬天的時節啦，伊來冇水用5萬人工湖，伊個水淺上同尾喇叭都冇水。到黏呢，伊上落要用漿來，用那個澎湖來儲。伊個安泰這個地方啲儲澎水，今天我哋一個鄉村一個安尼個環境啊，對水嘅處理啊更加困難啦，不過也有民農民眾認為，吉陽人工湖總共比種民農水庫較野。水庫絕對冇多，因為危險。前咗了解都不採啦，鐵桶萬一蚵下來，我也當然做下會無效啊！我個蚵係然後會死嘅，我個人工湖用開下嘢咩？做乜嘅用硬有講會反對嘅人也個有問題嘅人啊！台灣民農水庫嘅吉陽人工湖計劃，照水利署本單嘅規劃，一啲高雄嘅民農其實。屏東地港地區嘅台糖土地項，總共設 A、B、C、D、E 5隻湖區，一下修正過後，會先進行地區計劃，也就是熟悉先做 C、D 湖，用地差唔多有310公頃，按算當年做的供應74萬噸。那高屏它事實上就是，其實我認為它最大功能就是在儲存一些風水期我們存積下來一些比較乾淨的水在那邊，你萬一像這個。發生的時候，比如說風水季啊，下個大雨來，那個水濁都不能喝的時候，你馬上台南也沒水的時候，都沒有來源的時候，你這個水馬上可以起碼撐個1個禮拜10天。而家延伸庫容來講，但係要按多地下水，所以呢類嘢地面水跟地下水互相交換分下之後，處在到底是地下水還是地面水搞唔清楚，也都透過多年體質疑嘅所在啊。每隻計劃喺啲老農海水頭做藍紅白，睇老農海較多水時節存下來嘅水，到人工湖地度囤起來。不過人工湖為啲老農海其實係高飛嘅所在，係地下水當道嘅位所。環保團體認為，一片嘅地下水位較高，唔是透水就當結嘅同人工湖裝嘅咩？咁樣就將一隻太空本體面積嘅地下含水層就出來。按佢就越水溫。個水溫啊，差唔多2公尺到4公尺最有水嘅。唔過120公尺都差唔多像一個塵土。按你為了係等於大醬樣嘅，佢大概500架嘅大醬嚟嘛，佢陰陽重嘅地下水變啊浮出來，以為蒸發差唔多1/3。
在地民众按样嘅看法，老长期关心高屏地区水资源嘅学术单位嘅水文监测结果侦查唔太。那如果说在丰水季的时候，它的水是会跑上来。那如果说你现在要去补助引水的话，那你现在灌注的水，其实它就会跟地下水会连接。那如果说在丰水季的时候，其实你也没办法灌，那枯水季你灌完的水，它其实会跟地下水就流掉了，它其实实际上是没有可以蓄水的。学者更加进一步讲，人工湖计划希望做得套平洋水库嘅概念，可以做地下水库嘅运用，先天水头进行适当嘅地下水嘅补助。对水面大降储水的用，会是较好的方案。如果说能够利用老龙溪的水在旗山美浓附近，那么能够作为一个地下水的补充，那么在五大湖区作为一个地下水的流出来取水，我想这样的规划更符合屏东平原的一个地面跟地下水的一个特性。不过，水利署认为，除地下水除太要提升下限的问题，成本也比地面水高，也无符合经济的效益。事实上，屏东地区，假如说全部用抽的，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是担心这个补助量是不是够哈？那是不是会造成这个整个地下水位下降了？那成本上是不是也高一点哈？因为你用抽的成本是比较高。唔免讲地下水用唔得，喊你讲，唔睇储地下水也必须要鼓励到，都讲用地面水补助的量落去，决定唔去处理到地下水，达到初步平衡。其实早伫1971年，自来水公司对啲高屏海水打一后辐射酱，而储用地下伏流水。30年过后，就算读到盐水期，还係做得当年出水4到5万吨。以像这样子一个很小的一个水利工程，其实它就可以达到有达到这个5万吨的供水。所以说，其实在整个从高屏溪到它的上游离港还有包含就是说到老龙溪这一个区块，如果说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取水的话，相对我们可以获得到更多的一个水源，也可以获得到更稳定的一个供水。人工的辐射酱取水，再用风沙窗的管道伫河坝顺取水。以是地面水的杂密补给，利用地下储存的空间来调节，经过水岸的过滤过后，可处理来用。也因为管线喺埋啲天泥下，故所较唔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也冇容易出现太热过后水质浑浑的情形。一般可能就是说，我会挑选在堤防的后方就是说做一些辐射井的开发，或是做深层水，就是说比方说打深井。去做这个地下水浮流水的取用，在原本的溪床里面的水是非常的脏的，那刚好它在现场的话有做一个工程的开挖，那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它的水是相当干净的。那啲成本的部分，其实也以後輻射醬大概2億元，營業咗嚟7到10萬噸的水，將可以2到3後的輻射醬，就超過200億元打造的高屏太湖，營業14萬噸的供水量。总经费也唔过4到6億元天天。在96年，经济部南区水资源局，它有委托中鼎公司，他们也做了从离港到佛光山这一带，他们也去评估了这个浮流水的一个取水量。那当时候的报告其实至少有10万吨以上的一个浮流水可以来做取用。所以其实在河畔取水的话，其实它还是有它的优势的存在。为了做嚟重复的补足地下水，民間團體也認為不應該以單一體型的人工湖，應該結合面農平洋的田橋、人工湖區，提供更加快的土地面積來補充地下水。睇地面水嚟，當然都認為你講最好係採取一種各分散、各細型的一種嚟特別講法，咁多個百里備塘方式來去做一種取水的方案。個人嘅方面是對地下水進行補助的時候，用一種抽補原理的方式，每一個長度當個嘛係對地下水的取水來用啊。人工嘅百里備塘嘅概念，有些嚟講早期土著沒有鐵器，可以建設野的備塘區，除咗做咗斷水、本水浸入嚟對度，增加涉水期嘅面積以外，水利專家也認為，沙期型嘅斷水或係下一代嘅潮流。到時候我哋發到咁樣涉水嘅原理改變咗個分散性，咁呢種都講涉水期嘅擴大面積嘅係其實我哋哪有可能去降低一種都講取水唔到嘅風險啊？水桶是我沙不干那都提了一種。
啊，对这政府来讲，社区来讲，是那个共占的叫，莫是那叫维修。还讲，哎，你有配种的替代方式，那不同的大家用不同的方式，让该那个水哈，时间让空间不平均的问题啊，透过你那动作这水桶的状，是在挑战的改革了。庄下较简单设装水空间，不过伫都市度就较困难的。伫基隆的海洋大学做研究，怎样版本高楼大厦一变做蓄水器，囤雨水来做莲花草、从片树也得用水。一般收集雨水啊，是用在屋顶来收集雨水，但是呢，都市哈，一般盖大楼哈，受长嘛，所以屋顶的面积冻水，所以收的面积水是这样有限的。那我们第二套就是用在建筑的墙壁。它的墙壁来收集雨水，那所以呢，它的就建筑越高的话呢，它的四面的墙壁呢很大，所以所收集的雨水是很多的这样的。照了高水的设计，让雨水透过屋顶，也喺别项的桥位熟悉以来，经过简单的层贴、高力高效，可储存屋顶的水塔，然后此类水塔并列，需要用水的时间，就先用雨水，唔拉再来用此类水。按样就会减少当道的民生用水，因为我们既用多雨嘛，所以看哈，只要记住到一场小不要很大小雨就好了哈，我们这样桶就满了，30吨呢，对不对哈？你冲厕所才几公升而已，才5公升嘛，对哈？所以可以，我觉得这人也没有很多了，那所以呢就够我们这栋大楼的所有的人的用水量，就那个冲厕用水就够了。照统计。马桶的从片数水占一般家庭用水比例最高，高达200%。迄讲做得废水雨水高利用，长期下来也係当道的，甚至做得有效的节能减碳。所以我们常说这样用1度电用1度水大概花1到2度电左右像一般来讲，因为山坡地社区够的回收或者大楼的一般用1度电1度水要花3到4度电的。所以我用少用自来水1度，我就会省下1到2度电，可以省下到1000多克的那个CO2排放量。浪费土水做导发一辆土铁，导出1000人公克的碳排放。不过有另外一项的统计则显示，台湾当年当地流贴12亿吨的自来水，都为150万吨的碳排放量。这种漏水率达到32%、30几像整个台湾其他台北市以外的地区漏水率大概30%，台北市大概是33%，这中间漏了12亿吨的水，12亿吨是非常惊人的，因为水税水库也只有3、4亿曾文水库最近如果蓄满也差不多5亿左右那你等于漏掉了2、3座的曾文水库的水，这个漏水率事实上，是一个事实啦。因为我们水管线有很多是日据时代到现在的，那一直都没有钱抽换嘛。那如果有钱去更新的话，抽换的话，那也许那它的水，就漏水率少，它的水量就不会那么缺乏。老隔壁嘅國家，新加坡嘅漏水率大概40%，日本大概7%比。台灣30%嘅漏水率高到頂點。一般人承認，基本嘅彎管防浸料唔易做，設施太淺，作水庫仍然功夫，根本係點到頭來做。我們知道台灣的自來水管的漏水率是很嚴重的，是比第三世界國家還糟糕的30%，日本就7%。而我們20年後的漏水率還是25%的話，那我們覺得這個整個來說，我們可以大大的打一個問號，真的嗎？我們真的有這麼缺水嗎？大家也都知道，這需要設備投資。那可是國家寧願把那個錢拿來蓋水庫，也不願意改善漏水率，這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情。從治水到斷水的方式，政府有民間的想法，看起來有動態的政策。面對後水壩時代來臨，台灣的水資源政策可能專門將20作水壩，更加多年的看待水資源的開源節流方案，怎麼特別獨到鹽水期，
张总头感染的前药方，结果还是医唔到。